婚姻关爱伫婚姻发表会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这几年伫婚姻推动真侪公益计划，包括太阳能光电，还有提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，向贫穷学生等等。那我非常感谢他们我们大众教育基金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慈善基金会，愿意提供我们更多的孩子的就业机会。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嘛讲，趁今仔日的机会，伊嘛到学校参访课外辅导，嘛关心老人的照顾，希望伫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成绩。老人方面呢，我有在全国有个爱护联，我想我会加入在这边。我做很多，可是我要自己先看，所以我今天来是学习如何做慈善。 透过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和公部门的合作，希望会当创造更较多就业机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